如果各位兄弟呢套唔啱嘅咧，唔使驚喎，你睇下隔離呢位老細密鑼緊鼓咁做緊一排喺度，所以到期時睇完呢套，再睇下嗰邊嗰幾套，總有一套啱你嘅。今期帶你睇到南區有自建房啦，報下數據先。咁佔地面積170方，建築面積係255方，咁實用面積咧可以去到300方嘅。目前咧就係無坯狀態。咁佢一樓呢度咧做咗個超高嘅架空，後期你可以改一改，其實你呢度可以揼翻佢做一個係樓梯間嘅觀景台。咁好啦，先睇下一個主人房，呢個算係老人房。咁佢嘅窗口係朝南嘅，咁整個自建房咧就係坐北朝南。咁啊廚房位啦。咁我哋節省啲時間，直接上翻去2樓睇下間房先。OK， 穿過咗1樓嘅架空層嚟到2樓啦。2樓呢一度咧，其實呢一個設計師已經幫你做好晒電梯井啦。你到時自己交個電梯，大概都係10萬零蚊左右可以搞得掂。咁2樓呢度咧就係2個套間嘅。轉翻過嚟呢一邊有個大陽台咧，唔使多講，肯定係主人房啦。呢個視野目前咧呢度咧係租咗俾人哋做一啲建築材料嘅堆放，後期嘅話基本上都唔會有任何遮擋咁滯啦。再上3樓，3樓亦都有2間房。好啦，嚟到嚟3樓啦，3樓睇睇有2間套間先。咁其實呢一度咧，其實講真嘅，嚴格嚟講呢個工位，但係你可以將埲牆拉一拉，或者呢邊開翻個門口，做翻個套間位，亦都係唔錯嘅。咁呢邊啦，其實啱先我所講2個套間就係咁樣，呢一度同嗰一邊共同打通佢，呢一個廁所就兩邊共用，其實絕對 OK 夠大嘅。嗱，隔一間，咁可以變咗2個套間位㗎啦。咁查實你喺南區買一套自建房，你所花費嘅錢可以享受到係3代同堂，同埋周邊嘅配套你都好係成熟嘅喎。你好似呢一邊碧桂園星轉啦，再過少少就係竹垂小學同埋良都中學，亦都有一個係南區幼兒園。再上翻啲就係我哋嘅大信商業圈啦。咁其實隔離係市場，所以周邊配套非常之便利。如果感興趣嘅話，不妨私聊下我。